各位氹仔堂嘅弟兄姊妹留意啦，為咗鼓勵大家多啲數算神嘅恩典，教會而家搞緊個社交媒體感恩活動，簡單幾步就有機會贏大獎。以下係活動嘅重點，點樣參加？即日起到2026年6月27號喺 Facebook 或 IG 公開出 post， 做齊以下4步就搞掂啦。第一，放一張同燈有關嘅相。第二，寫低你嘅感恩事項。第三，記得加 hashtag 氹仔宣道堂同埋感恩3盞燈。第四，喺貼文最後 tag 2位朋友，邀請佢哋一齊接力感恩。有咩獎品？大獎共3份，教會50週年感恩聚餐餐券1張。參與獎多份，只要做齊上面4個要求，人人有份，可獲贈侍奉者或門訓課程現金券。頒獎日期、得獎通知2026年7月11號，正式頒獎2026年7月19號5堂崇拜。小貼士，非常鼓勵大家出多幾個 post， 記錄更多恩典。大家快啲影低身邊嘅燈，將感恩嘅心傳開去啦！